啊，世子爷，你醒了，要不要再回屋休息一会儿？证人怎么样了？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不露声色的把李氏一家安顿好了。天上居那边情况如何？世子爷放心，目前并没有人知道嫂子就是天上居的新掌柜李瑶。如今嫂子的女扮男装演技已经炉火纯青了。不过什么？您打算怎么跟嫂子解释昨晚不去找她的原因？要不要属下安排嫂子和李氏秘密会见一次？先不要说，只要她现在安全就好，不必让她为过去的事担惊受怕。昨晚的事我自会解释。备马。好嘞，世子爷。昨天晚上玩得好开心啊！你开心就好。阳光照在屋檐，洒满房间。睁开双眼，早餐放在枕边。早前升起炊烟，星火点点。手中变化万千，化作如你笑颜的香甜。老人说爱是柴米油盐，每一天都要见面，洒下雪花般漂亮，慢慢溶解。花开了冬天，过庆典过后要快宴，别再用悲伤来勾牵，调配出哀愁喜乐等待机缘，映出苦辣酸甜。就让爱穿梭时间，跨越界限，你在身边，停止我的思念。眼前色香味鲜，两样俱全，感动在世间，你我心照不宣。也许终有一天，花落离别，过往画面在我脑海浮现，几片欢喜音乐与烧情意绵绵，在柴米油盐编织爱恋的诗篇。菜都做好了，还不点个追番？等等，那个人难道是？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。这菜不错。姚哥，靖安侯府的世子爷来了，已经上雅间了。说是按照老样子上菜。这个家伙，昨晚说来没来，今天居然若无其事的来吃饭。哼，那就给我等着吧。这么忙啊？世子爷，久等喽！世子爷，世子爷慢用，李瑶，还有什么吩咐啊？昨晚生意特别好，天上居的迷之孔明灯一炮而红。我是说你，我当然忙死了，现在我也很忙啊。您有什么吩咐就找王明德吧。本主厨要回厨房了。世子爷，您是不是得罪姚哥了？上菜。世子爷见谅，这个是隔壁包间的。昨晚你们去夫子庙了？姚哥没去，不过他好像在等人，独自留在了天上居。难道锦轩等了我1个晚上？难怪会生气。
蠢驴，蠢驴，蠢驴！蠢驴！啊，这么生气？锦轩，厨房种地，世子爷怎么能随便进来？其实昨晚我。幺哥，不好了！外面来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客人，吃什么吐什么，像是来找茬的。啊？难道这里也没有我能吃的东西吗？这位客人，您对我们天上居的菜品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哟，李主厨亲自过来处理了。哎，看来这个一帮人能吃上美味佳肴了。救命！客官，有话咱们慢慢说。我意外流落到金陵，却一直吃不惯这里的食物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怕是要饿死在这个地方了。在异乡独自流浪的日子太难熬了，我想念家乡的味道。独自在异乡流浪的感觉吗？虽然可能再也回不去家乡了，但我一直期待着能吃上一口家乡菜。拜托了，李主厨。我试试看。王明德，哦，把这位客人带到世子爷的雅间吧。好，幺哥。这盘烤羊排先端给他吧。好嘞，幺哥。大瑶瑶，听说天上居来了一个异邦人呐！春雨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应该我问你才对。我是来帮忙的。我现在和大瑶瑶可是一家人了。一家人？昨晚我和大瑶瑶一起放孔明灯的时候说好了。锦轩和小景昨晚一起去了夫子庙。大瑶瑶没有家人，我现在就是大瑶瑶的家人了。大瑶瑶，今天的天上居生意真好啊！哎，你准备给一帮人做些什么菜呀？刚才做了羊排，不知道合不合他胃口。我想再做点其他的。昨晚帮你忙只是举手之劳，不必亲自登门感谢。我不是来谢你的，还有件事要你帮忙。这个夏春雨，你们建德坊里有不少胡房，想必你也很熟悉一帮人的饮食，帮我买几样吧。来人，王爷，去胡房买些上好的食物回来。是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等下拿着食物赶紧走。王爷，食盒里面装有胡房的胡饼、碧螺、雕胡饭，请过目。世子爷，要不要确认一下呀？就这些吧。那就劳烦世子爷自己带回去吧，不送。啊，刚才忘了告诉你，小景在天上居。小景，你是故意等到现在才说的吗？备马。是。明明都饿得不行，却还是接受不了我们做的食物。
到底哪里有问题呢？他到底想吃什么呀？我哪知道？贺连晴，你又不务正业了。寿宴的宾客名单还没拟好，又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跟我回去！豆哥，哎呀，哥，你快放开我呀！我可以自己走啊！哥，你轻点啊！哎呦，哎呀，现在知道疼了。似乎是金陵食材的口感和他老家的风味不太一样，究竟需要什么呢？既然是一帮人，想必只有他家乡的食物才能对其胃口。这是糊饼、碧螺，还有雕糊饭。可惜胡房的食物是西蒙的口味，并不能满足西方人。有了，我可以做那个，食材应该够用。猪油和芝麻油香味都太浓郁了，如果我有橄榄油就好了。不过这里不可能有橄榄油的吧？橄榄油，似乎有港口的海客给朝廷进贡过。对了，菜籽油或许可以。喂，夏水源，帮我。哎，人呢？这个蠢驴，叫他帮忙的时候又消失了。金陵城外的水运码头常年有海客来往，我快马加鞭的话，应该能赶在他们明早离港前试试运气。驾！味道不对呀，看来菜籽油也不行啊。明天再想吧。唉，看来是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唉，蠢驴，你要的橄榄油，你哪里找到的？快去做你想做的吧。还用你催啊？谢了。这道菜得先把面团快速发酵2个时辰，要到下午才能吃到。你去休息一下再来吧。难道是为了帮我找橄榄油一夜没睡吗？陈丽，来追我呀！发酵完成。下面就看我的吧。
这是景轩的毯子。搞定。尝尝吧，说不定合你的口味。这味道，青椒、番茄、火腿、鸡蛋，它们带来了大胆热烈的故乡气息，以及色彩斑斓的沉醉。什么？在丰富的味道刺激之后，又迎来了如此创造力的画面吗？这充满爱与诗意的奶酪与蘑菇，仿佛是充满热情而绚丽的佛罗伦萨。这时，橄榄油微微苦涩的馨香，犹如我浪迹天涯之后，最终回去的地方。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家乡味道啊！那，你也辛苦了。这也是景轩的思乡之情吗？我一定会帮他恢复身份。就是这个味儿。大洋洋，我又来喽！那个一帮人怎样了？哎，他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吃饱喝足，灵感爆棚。啊，曼德烈，这美妙的灵感呐！大洋洋，他吃的就是这个吗？连景，不许再来天上剧了！你不也听得来吗？这一定会是一幅惊世名画。路上小心啊！这是我一直随身携带的可可豆，你这样富有艺术性的大厨，总有一天用得上的。啊，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得到这样的食材。这是我吃完你做的美食之后想到的话，希望能送给你。哎，这话好奇怪啊！这是……等等，这难道是……哎，人呢？我要去哪里呢？啊，跟着艺术的感觉走就对了。